生。咁稍微舒服啲嘅，出邊有啲睇。你好，前進。咁特朗普總統，中東和平同結束政府關門，邊個更難？我認為呢個係3000年嚟最艱難嘅一次，成功僅持續咗10日，所以我認為關閉幾乎已經成為慣例。但我哋正在處理呢個問題，我哋已經全額支付咗軍費，並且正在做好多嘢。我哋正在終止一啲我哋唔想要嘅項目，佢哋恰好係民主黨贊助嘅項目，但係我哋正在終止一啲我哋從未諗過嘅項目。我哋可能會允許佢哋翻，我認為佢哋犯咗一個錯誤。我認為佢哋犯咗一個大錯誤，呢實際上係書默嘅一次關閉，因為佢已經變得有啲無關緊要啦。佢想俾自己變得重要起嚟。至於呢個歷史性和平協議嘅政治層面，我哋而家就準備去簽，你會以為對大家都好。但係喺週末嘅集會上，佢哋為你歡呼，反而開佢咩事啊？我都唔知，但係呢，我哋會令大家都開心。我可以同你講嘅就係，無論係猶太人、穆斯林定係阿拉伯國家，每個國家都冇街度跳舞，大家都開心。呢個真係一個歷史時刻，我哋以後都未必再見到，3000年嘅都未試過有呢個情況。如果你中意一個群體，你就唔會中意另一個群體；如果你中意第二個群體，你又唔會中意第一個群體。呢次呢係佢哋第一次見到大家團結一齊，因為你都知，我哋去完以色列之後會去埃及，會見晒佢好有權力、好大同埋好有錢嘅國家領袖，仲有其他國家，佢哋全部都參與呢個協議，全部人都參與其中。以前呢從嚟未試過，所以我會話呢件事其實難好多，但我哋會睇下呢一切係點樣運作嘅。總統先生，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仲未有話戰爭已經結束，喺你睇嚟，以色列同戰爭結束啦，戰爭結束啦，好嘅，你明白咩？停火會維持咩？你係咪相信停火能夠維持？講出嚟。你係咪相信停火能夠持續落去？所以我認為佢會持續落去。我認為啲人有好多理由堅持落去，但係我認為啲人已經厭倦咗，已經過去幾個世紀啦，好嘛？唔淨係最近，已經過去幾個世紀啦。我認為啲人已經厭倦咗佢。係啊，停火將會持續。加沙睇上我哋得咧？從而家開始咧，國際穩定部隊係佢強大嘅力量，我認為會有影響好大，因為我認為我哋幾乎唔需要使用佢。我認為啲人會表現得好，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嘅位置，呢對外國人嚟講都係好正。呢個對於周邊國家嚟講係一件好事。阿拉伯人、穆斯林佢哋都係呢對以賽爾嚟講會好嘅，每個人都好開心。我認為呢種狀態會一直持續落去。彼得，如果呢個和平協議，如果停火真係能夠維持，距離我哋20點和平計劃中，開發商可以進入加沙，將加沙變成中東嘅里維埃拉，仲要等幾耐？中東，我哋短期內未必會變成里維埃拉，因為你睇下現時嘅情況，首先要照顧好啲人先，但係其實基本上會即刻開始，即係話佢哋首先要開始清理好多你見到已經倒塌咗嘅建築物，即係情況真係好，成個地方都俾炸爛晒。呢度就好似一個拆樓工地咁，差唔多成個地方都係咁，所以你要先清理晒而家有咁嘅，有冇建築物好危險，佢哋已經開始倒冧，如果未倒冧都好快會自己倒落嚟。因此彼得呢個過程將立即開始，就好似你認為嘅1年後，呢度都非常快，但係多年以後佢會睇上嚟非常會嘅。呢個係幾個世紀以嚟佢第一次有機會過上和平嘅生活。呢一直係一個非常非常奇怪嘅地區，佢總係充滿住問題，宗教問題，可能係世界上冇其他地方好似佢咁嘅問題。我認為而家佢會恢復正常。如果佢恢復正常，你只能咁講，咁太正啦。先生，呢個係你喺和平計劃中設立嘅結構，新嘅管理機構幾耐會成立？ Currently， 每個人都想成為其中嘅一部分。你談論嘅係和平委員會，托尼、布萊爾本人，每個人都想要你，每個人都想成為其中嘅一部分。我接到咗各國領導人嘅電話，佢哋全部都想參與。我意思係佢領袖本人，佢哋唔會派人哋，佢哋自己都想參與。你知唔知邊啲人會參與？我知，可以分享下咩？未得住先。你自從嗰次之後，有啲同 Tony Blair 傾過呢件事，
攞手你嘅耳機，你有冇同 Tony Blair 傾過呢件事咧？你知啦，一開始我都想知道 Tony 會唔會受大家歡迎，因為我真係唔清楚。我幾中意 Tony，我一直都幾中意 Tony，但我都想確定嘅係大家都接受嘅人選。咁你對以色列同阿拉伯國家有咩保證？可以俾到佢哋嘅咩保證？我哋有好多保證，美國人。我哋都有好多口頭保證，我哋睇睇都唔會想令我失望。我有好多口頭保證，雖然唔係寫低嘅，但都係俾咗我哋。我相信佢哋會好堅持嘅守住呢啲承諾，所以咧，我覺得呢件事會成功。Hello Kitty，等我啊！好開心見到你，先生。都係。我相信你都見過有報道話哈馬斯重新武裝自己，仲想變成巴勒斯坦警察部隊，仲會槍擊對手。呢個信息係咩意思啊？佢哋之所以堅持，係因為真係想解決問題。佢哋都好公開嚟講，我哋都俾咗一段時間去批准嚟嘅。你要明白，佢哋可能失去咗6萬人，呢個報復真係好大。佢哋已經失去咗6萬人，而家仲生存緊嗰啲人。當初呢啲事發生嘅時候，佢哋好多都仲好細個。而家我哋都要留意，唔好俾大規模罪案或者其他問題發生，因為呢啲地方真係俾人摧毀到一塌糊塗。你知啦，呢度有200萬人，雖然可能會少啲，但係都接近200萬人要翻去佢已經被摧毀咗嘅建築物度住，好多糟糕嘅事情咧都有可能發生。我哋希望咁，我哋希望佢係安全嘅。我認為一切都會好起嚟嘅。點知咧肯嚟，但我認為一切都會好起嚟嘅。係啊，你好，你最近聽到咗啲乜嘢有關人質嘅消息？佢哋幾時會被釋放？你期待同威拿見面咩？呢人質可能有啲早，但我唔想講。所以佢哋而家有人質，我知道全部20個都喺度，可能我哋可以早少少將佢哋救出嚟。其實能夠救到佢哋真係好厲害，因為我哋都有參與。而佢哋之前，佢哋你唔想知道嘅地方，好深好深好深。有啲拜登政府嘅高層官員，好似 Anthony Blinken 咁，似乎都想睇嘅和平協議嘅功勞。Blinken 話，特朗普總統採納並且基於拜登政府制定嘅計劃去推進呢件事係好事。你點睇呢件事？點睇？大家都知佢哋根本冇做過佢哋嘅嘢，佢哋做得真係好差。呢啲事根本唔應該發生。其實呢啲事都唔會發生。呢啲係軟弱嘅領導，真係好差，同俄羅斯、烏克蘭一樣，情況都一樣。如果有個普通嘅總統，唔使好似我咁偉大，唔使偉大總統。如果有個普通嘅總統喺度，你都唔會有俄羅斯、烏克蘭嗰啲事。而家呢件事，我覺得仲嚴重啲。呢啲係拜登同奧巴馬嘅錯誤政策。你記唔記得當時 B 上場係求你唔好同伊朗搞嘢咁嘅？你記得嗰陣啦，係咪？佢哋求嘅，但係人哋根本都唔理。佢哋做嘢全部都同應該做嘅相反。而家佢哋仲想睇少少功勞，幾好笑。嗰啲已經係好多年前嘅事，啲錯誤都係好多年前犯嘅。拜登同奧巴馬都有份。咁你做咗咩嘅事情呢？因為我知好多嘢都係幕後發生噶。咁啊，為咗結束戰爭，你做咗邊啲同喬拜登截然不同嘅事情？無論出於咩原因，我都同阿拉伯領導人、穆斯林領導人同猶太領導人產生咗共鳴。你話俾我知嘅，你知咧？佢話喺我嘅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上，我答嘅問題比4年前回答嘅仲多。我認為呢幾乎係真嘅。事實上冇匹諾曹。查看呢個係正確嘅，呢個係正確嘅。你同內塔尼亞胡總理嘅關係經歷咗一啲起伏，所以你不得不對佢採取一啲強硬態度。呢一種關係而家處於咩狀態？你能夠話俾我哋聽？非常好。咁啱啱提名嘅我哋諾貝爾獎，所以你知啦，我都唔知嘅諾貝爾獎代表咩意思。但係佢尋日提名啲我，話我應該冇呢個獎。但係我意思係，我覺得咧呢個好。對你嚟講，佢有冇親自講過啲咩關於點樣向下一個和平階段邁進？聽住，我同你講，佢係戰時總統，佢做得好好。我同佢有冇爭拗，但係好快就解決咗。我可以同你講，但係就我嚟講，我覺得佢做得非常。我覺得喺呢個時候，佢係啱嘅人選。你知啦，其實幾百年嚟都係咁。你知啦，
我哋唔係講10年5年嘅短，幾百年嚟都係佢真係做得好好，同我一齊合作嘅時候，佢真係好勁。而家同拜登合作就唔掂啦，佢哋相處唔好，因為拜登同奧巴馬支持伊朗完全相反。講到呢啲，如果你覺得佢哋係支持伊朗，當你支持伊朗呢件事根本唔會成功。如果我哋冇摧毀伊朗嘅核設施，然後又簽同一份協議，成件事就會蒙上一層陰影。你唔會見到啲人喺街度跳舞嘅 Katie， 你只係見到啲人話：哦，你又簽咗個協議啫。但係咧，我哋對面有個人咧，周圍都係核武器。如果我哋當時佢摧毀伊朗嘅核設施，佢真係會搞到我哋死下，因為再過2個月佢哋就會有核武器。就算呢份協議一模一樣嘅簽，都會有一層陰影籠罩住。而家冇烏雲啦，佢哋無需擔心任何事情啦，一切都好。海蒂，你喺第一個任期內係咪同卡塔爾人傾過佢哋嘅行為變化？你傾到佢哋點樣資助恐怖主義？卡塔爾人係啊，喺你眼裏確保佢哋。洛特里斯確實幫助咗我哋達成呢筆交易。埃美爾係一位了不起嘅人，佢確實幫助咗我哋。你必須明白，佢嘅國家正處於呢一切嘅中心，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加原始啦，比阿聯酋仲要明顯。你要搭飛機1個半鐘頭先到嗰度，比沙特阿拉伯更加明顯。你都要搭飛機1個半鐘時先到嗰度。嗰啲國家你行嗰一條線就到嘅，所以佢就喺呢個難以置信、充滿敵意嘅地帶中間，四周都係唔同立場同問題嘅人。佢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區域。卡塔爾對完成呢件事幫咗好大忙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呢一點。對卡塔爾嚟講，呢件事好艱難同埋好危險，佢哋好勇敢，佢哋嘅領袖即係埃美爾都非常非常勇敢。卡塔爾應該開始得到嘅認，你要明白，佢哋就住咗所有事嘅中心，所以佢哋唔可以就咁話你做唔到，我做到，啲人冇人做到。你講咩啊？咁係自從2017年你指控佢哋資助恐怖主義之後，有啲改變過行為。我唔知2017年嘅事，嗰陣時我都唔係好識嘅。你知啦，2017年嗰陣啱啱係我任期開始，我先開始識佢哋，我開始了解佢哋，亦都發現佢哋就喺所有事嘅中心。佢哋真係喺所有事嘅正中心，其他國家都喺度，不過佢哋都要1個鐘或者1個半鐘先到，分別好大。佢哋真係，你由伊朗行過去卡塔爾1秒就行到，真係咁快咁簡單。而家你就冇卡塔爾啦，嗰度真係好艱難嘅地方。我覺得卡塔爾真係好勁，佢哋幫美國嘅方式。領袖今年3月有個停火協議崩潰嘅，今年早嘅時候有個停火協議啦，3月嗰陣咧崩潰咗。你覺得嗰陣時可唔可以做到呢啲嘢？呢件事對雙方都造成咗好大壓力。你有啲咩想法？我見到呢種情況喺俄羅斯都見過，俄羅斯都係咁。有時你要經歷咗痛苦，先至會有改變。我哋土耳其都見過。順帶一提，土耳其都好勁。我哋當總統真係好勁嘅，佢真係幫咗好多，因為佢好受人尊重。佢有一個好強大嘅國家，軍事力量都好勁。佢真係幫佢好多。埃爾多安總統、阿聯酋都好出色。你知啦，我哋提過卡塔爾、沙特阿拉伯國王，佢哋都好幫得手嘅。印尼都好出色，我哋得到嘅好大嘅幫助。約旦國王，佢哋都好幫得手。呢件事真係好神奇。你國家都好唔同，好多元化，有啲相處得好，有啲就唔係咁。但係大部分時間，其實佢邊個同邊個真係夾得嘅。但係而家咧，佢哋全部一齊，大家都冇街度跳舞，好似以色列咁。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時刻。你啱啱講緊停火協議，如果佢哋嗰啲幫助根本唔會發生，以前都唔會有呢啲事發生。你2次選舉最大嘅議題都係經濟同埋移民，而家你連民主黨同共和黨都俾你中東和平協議嘅功勞，咁呢件事佢哋心目中係咩位置呢？你覺得呢件事喺你嘅遺產入邊佔咩位置？咁你睇下，我解決咗呢個會係我解決嘅第8場戰爭。我聽講而家巴基斯坦同阿富汗又有戰爭，我話要等我翻嚟先再搞。我知我又要解決多一場，
因為我好啲解決戰爭，好啲促成和平，能夠做到呢，佢係一種榮幸。我救咗幾百萬人命，幾百萬條命。講返公道嘅，對諾貝爾委員會嚟講，我係有份嘅。本來係19年，喺2024年，呢個都係咁咧。2024年，但係有人話其實可以破例，因為25年發生咗好多事，已經完成咗，好偉大。但係我做呢啲唔係為咗攞諾貝爾獎，我做呢啲係為咗救人命，即係話我哋真係救咗幾百萬人命。你睇下印度同巴基斯坦，你再睇下有冇打咗好多年嘅戰爭，有一場打咗31年，一場打咗32年，一場打咗37年，每個國家都死咗幾百萬人，而我基本上全部都搞掂晒，大部分都係1日之內搞掂，都算幾勁。先生，世界領袖你覺得你可以將呢啲經驗1嘅談判同和平進程帶去莫斯科，試下結束俄羅斯嗰邊嘅戰爭咩？你覺得你可以將呢啲談判同和平進程帶去莫斯科，試下結束俄羅斯啦？我覺得你可以學到嘅就係永遠唔好放棄，真係永遠唔好放棄。你知啦，上個禮拜佢哋殺咗超過7000個士兵嘅，大部分都係士兵嘅。講真，俄羅斯士兵比烏克蘭士兵仲多少少，但係諗下睇，佢哋每周都會損失5000至7000名士兵，亦太荒謬啦。我以為呢個會係比較容易解決嘅問題之一。我嘅意思係，當你解決一件已經持續咗31到32年嘅事情嘅時候，理論上呢個比解決一件已經持續咗3年嘅事情要困難得多。但係呢個係一場持續咗3年嘅戰爭，根本唔應該開始。坦率咁講，我讚賞烏克蘭表現出色。我嘅意思就係佢哋係優秀嘅戰士，佢哋係非常優秀嘅戰士。我認為咁咧，我真係認為，如果普京總統能得到呢個安頓，佢會睇嚟好正。我認為咧，佢會解決呢個問題咧。但係我哋仲要拭目以待。如果佢唔敢做，咁對佢嚟講就冇咩好處。關於中國，你一直喺度談論另一位世界領袖，你話唔使擔心中國，但佢最近對你嘅關稅發表佢嘅強硬聲明。先生，你有冇打算同佢傾下？你上次同佢傾偈係幾時？我哋講係因為我哋唔止係中國，仲有其他國家都收緊幾千億美元，我哋又變翻做一個富有嘅國家，而關稅俾咗我哋外交上嘅優勢，佢哋俾咗我哋談判上嘅優勢。我有冇戰爭都係靠關稅解決嘅。我舉個例，印度同巴基斯坦，我同佢哋講，如果你哋想打仗，而且你哋有核武，我就會對你哋兩個都徵收好高嘅關稅，好似100%、150%、200%嘅。唔好，千祈唔好咁做。我話我就係要徵收關稅，我24個鐘頭之內咧就搞掂咗件事。如果我哋關稅，你根本唔可能解決到嗰場戰爭，你俾任何人都清楚。麥吉，中國遭遇首次恐怖襲擊，你係咪考慮步行？佢係你邊個？同埋政治家達沙博恩斯。西拉沙政治政客們變壞咗啦，佢對一切都錯啦。政治，我呢隻卡路對所有事情嘅睇法都係錯嘅。咁我哋揾其他人嚟問啲問題，你介意咩？做呢啲咩？對嘅女士， political 係假新聞。你諗住拍條片咩？而家同緬因州，你去亞洲時幾星期之後。但係你都見到我發出嗰份聲明，話佢嗰日唔好過。我覺得我哋同中國應該冇問題。睇下我同習主席關係好好，佢係一個好強硬嘅人，佢都好聰明。佢係佢哋國家嘅偉大領袖，佢係一位偉大嘅領導者。我同佢關係好好，我諗我哋會明白嘅。我知道發生咗咩事，我確實明白發生咗啲乜嘢。我甚至冇話佢錯啦，但係隨後我哋面對嘅，卻係比佢對我哋嘅所作所為更為嚴厲嘅懲罰。再次，因為關稅咁要困難得多。你會訪問加沙咩？你會去加沙咩？我會嘅，我唔會為之感到自豪。我睇到啦，我嘅意思係，雖然我冇去過嗰度，但係我對嗰度非常熟悉。但我確實見到咗佢，係嘅，我的確會咁做，我願意咁做。我至少想把我腳擺喺上面。但係呢，我認為呢個將係一個偉大嘅奇蹟喺嚟緊幾十年裏邊。而且你知道，如果你行得太快，咁就唔好啦。你必須以正確嘅速度前進，唔能夠走得太快。你係邊個？一齊睇起 BBC Tom BBC 電台嗰個。尋晚 Steve Witkoff 喺 Hostages Square 提到內塔尼亞胡總理，群眾就去咗。你點睇？我都見到
群眾佢哋提到特朗普嗰陣咧，真係好大聲嘅歡呼，呢個係一種榮譽。唔係啦，正如我講過，我覺得 Bibi 做得好好，我同佢傾過幾次，有句嘢我唔同意，但佢一向都係咁，佢真係啱時啱地嘅人。你有信心咩？因為咧好多巴勒斯坦人會擔心，等人質交翻出嚟之後，以色列可能會因為某啲原因再開戰。我哋都唔擔心，我覺得我哋傾咗個好好嘅協議，對大家都好。你知道一項偉大嘅協議就係俾每個人都滿意，俾每個國家都高興得跳起舞嚟，咁即係一筆好買賣。呢個係獨一無二嘅，呢個係一個獨特嘅時期。11月1日對中國徵收100%嘅關稅就係你講㗎，呢個仍然係計劃咩？係噶，而家咧就係噶，讓我哋睇下會發生乜嘢。你知對我嚟講，你知嘛？11月1日對我嚟講真係好耐嘅，11月1日對我嚟講真係好耐嘅。對其他人嚟講，可能就快到啦。對我嚟講，一聽到11月1日就覺得好遙遠。你講啦，你幾個星期前做訪問時講過，你希望可以結束烏克蘭戰爭，因為佢可能幫到你上天堂。咁樣有幫助咩？點樣有幫助咩？你知道我有啲可愛，我認為冇乜能力讓我上天。好嘅，我諗我一取仲未到達天堂。當我哋乘坐空軍1號嘅時候呢，我而家可能喺天堂。我唔確定我係咪能夠進入天堂，但我已經比好多人嘅生活變得更好。舉個例子，如果2020年嘅選舉冇被操縱，緊喺俄羅斯同烏克蘭就會有數百萬人生活喺呢種境況下，咁係絕對唔會發生嘅。但係4年之後，呢一幕並冇發生。我非常了解普京，佢非常高興我所講嘅一切事情咧都唔會發生。我哋嘅政府無能，我哋嘅總統無能，而且由於選舉不公，數百萬人喪生。順便講句，由於政府嘅大力支持，以色列問題更加難以解決。好嘅，休息啦，玩得開心，向你嘅老闆問好，然後我會見到你哋。對，好好，呢度你能夠話俾我哋聽，你同澤連斯基總統嘅談話內容咩？你哋有傾過咩？我哋有一個非常今日早上同琴日嘅談話，我哋基本上都願意。如你所知，我哋唔會運送任何武器，我哋係送咗武器去北約，北約再分配呢。呢點就係拜登同特朗普最大嘅分別，因為拜登俾咗3500億美元，而我哋嚟俾佢哋錢，咩都冇俾。但係我哋俾佢尊重同埋其他嘢，講真，所以我哋傾過武器，喺武器送去北約，然後北約再俾錢我哋，佢哋會俾錢買情報，佢哋都需要更多武器，我哋都考慮緊啲做，我哋希望可以提供到俾佢哋。你知啦，我哋國家自己都需要武器，我哋唔可以送咁多武器出去，搞到自己嘅武器用，你永遠都唔知會發生咩事，邊個知將來會點，但係北約會100%俾錢我哋買武器。然後再送去烏克蘭，我哋都傾過佢哋需要啲咩武器，佢哋好急切需要愛國者導彈，佢哋都想要戰斧導彈，呢個係再升一級，佢哋想要擁有戰斧導彈，我哋討論過呢個，所以我哋拭目以待。我唔知啊，為咗坦誠咁話俾你知，我可能必須同俄羅斯傾下戰斧導彈嘅問題，佢哋想俾戰斧導彈朝佢哋飛嚟咩？我唔咁認為。咁我想我可能會同俄羅斯咧談論此事，而呢唔公平。我話俾澤連斯基總統呢一點，因為戰斧導彈係新嘅侵略舉措，正確嘅，你明白咩？非常好。你話你會同普京傾下今晚嘅事情，可能同佢講嘢，我可能會話：嘿，如果呢場戰爭無法解決，我就要向佢哋派遣戰斧導彈。我可以話戰斧係一種令人難以置信嘅武器，非常具有攻擊性嘅武器。我實話，俄羅斯並不需要呢啲，佢哋唔需要嗰個係嘅。我可能會話俾你哋知，如果戰爭冇解決，我哋好可能會解決，我哋可能唔會，但係我哋可能會咁做。我認為提出，我希望睇到戰爭平息係恰當嘅。非常感謝，俾佢哋誠實又唔誠實。嘿，先生，同卡洛琳交談，漢醫證書，多謝。多謝。我第一次上台，究竟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呢？佢乘坐私人飛機，佢做得好好，係嘛？咁邊個將成為 CB 嘅主播呢？唔係洛拉奧陀啦，我唔相信。你知有一個佢哋嘅故事，我唔知。
好好諗下，我會話俾你知，拉里埃里森好偉大，佢嘅仔大衛咧都好偉大，佢哋係我嘅朋友，佢哋係我嘅大力支持者，佢哋會做正確嘅事，佢哋會搞掂 CB， 希望佢哋會，你知啦，以前佢哋叫 Tiffany Network， 其實佢哋都好有潛力，CB 真係好有潛力，多謝大家，多謝你，多謝李先生。